英国一个艺术家雨果伫台南渔光岛用废弃的瓶仔架落搭的日落塔，伫日头落山时阵特别水，嘛是拍卡的热点。因为最近有国小的学生伫这个所在互跌啊病地死，就惊阁发生着类似的意外，所以雨果已经决定了月底进前要去甲日落塔甲拆掉，民众真唔甘。 这是台南渔光岛被网友评为全台湾上水沙堡之一，尤其是这座日落塔。四立广场馆的造景艺术甲黄昏的景色看起来真水，不过要消失啦。创作日落塔的艺术家雨果伫面册顶面宣布讲，这个月底就要甲拆掉，因为车才发生一个小学生伫和我教学的时，和渔光岛倒来平价地势意外。雨果烦恼讲，有类似意外搁发生，同意家己拆除。 很可惜，因为毕竟是别人的心血，而且它也是一个地标。如果拆了之后就没有这个月牙湾的那个感觉，蛮可惜的。只是它又有点危险上面的顾虑啊。我想日落塔也是有它日落的一个时候啦。那创作者决定说在近日开始拆除，那我们也是尊重他对于这个创作的一个理念，让大家留下一个回忆。 地标日落塔最后嘛是要拆掉，为了游客安全，嘛是无法度。不少民众是希望讲把握机会去到渔光岛，翕到伊最后的身影。